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要来练习，咱先来唱圣诗22首，上帝，主上帝的正手 ，The Right Hand of God。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你，写出了令人温柔的话。咱相同甲失败，咱相遇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第2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随我按步调我，尽用力行外闯，伫主上帝。感谢主，上帝的正手来引带咱，咱要伫遮来感谢上主。咱今仔有圣餐请咱大家备办心咱伫上帝的正手的顶悬，咱下伊引带来到圣殿，咱来敬拜伊。咱搁来唱圣诗505首，我要忠实 ，I would be true。I would be true。第1节甲第2节。第1节，我要忠实，无辜有人的心。我要顺从，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强护理想当然。阿妹，这是咱来唱527首，咱拢真多一家人。We have become a family. Today we have the so many sisters come from Asia Church Women's Conference. We welcome them. 我们拍拍手欢迎从亚洲妇女协会来的姐妹。
接下来我们来唱咱拢讲做一家人 We have become a family, so we could sing together. And 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到这边来跟他们握握手，然后抱抱他们，欢迎他们，好吗？好 ，OK 好，咱来唱527首。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今仔日带领亚洲妇女协会的做者 sister 来到阮的当中。主啊，求你祝福阮，互阮甲因同心来敬拜。求你伫阮的中间，你的圣神甲阮伫底，帮助阮会使专心交托互你，互阮的性命，互阮的所有的人生得到你的祝福。求你帮助阮今仔日的整体礼拜。阮来反省阮家己的罪，求你帮助阮今仔日领受你的圣体圣血，甲你的身体，阮甘心来学努力来领受，求你甲阮伫地，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即是请咱备办心来听候上帝降临，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伊，请走到。
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啥物是好，伊要求你的是啥物？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三个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第22首，请大家来起立吟全首。请坐。咱三个来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学了你，你创造天地，主宰万物。你予耶稣基督替阮死伫十字架顶，互阮因为信罪通得到赦免，成做新造的人。也借着耶稣基督的骨活，阮通得到永远的活命。阮感谢你赐下信心，甲阮伫地，
因带阮，通接受你的教示，互阮来认捌你，加做你的器具，为你所用，来完成你的旨意。阮恳求你提起阮心内的骄傲，愿意谦卑来跟对你，互阮听见你甲阮讲话，互阮明白家己的不足。阮所做的，拢是依靠你的恩典，才通完成。上主啊，阮感谢你应允，无放弃任何一个人。你知影，阮有各项的不足，有的人身体欠安，请你来医治，互因有缘、有喜乐、甲愿望来跟对你。有的人心神软弱，拄着魔鬼试探时跌倒，求你赐予因勇气，接受圣神的提醒，赐予因气力，通翻头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伫你满满的怜悯甲恩典内面得到赦免。上主啊，阮感谢你，你是阮全能的爸上帝，答阮向你求救，互带伫世间的仇恨通消除，各地民族用因你的疼，通互相来对待，避免片面战争。主啊，请你祝福阮这块土地，新的选举愈来愈近，请你互这个社会和平，原谅别人甲家己同款不足，互相用疼心来接纳。愿望你来看顾阮的教会，帮助阮有信心、有专心来做你欢喜的事工，毋通顾家己的代志，嘛爱顾别人的代志，用三听关心、支持来实现你的改变。请你互阮扩大阮的眼光，互伫阮脚踏的所在做好见证，互你的名勇敢来传你的福音，互众人拢明白你的真理，欢喜来跟对你。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允带阮的脚步，互阮平安顺遂来到你面前，甲你敬拜。学了你下面的时间，请你看顾，请信心甲阮伫地，开阮的心门，听你对阮讲话，互讲的听拢受到感动。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咱逐个来读上帝的话，是伫圣诗后壁第54篇，嘛是马太福音第5章。我来睇，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嘴打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高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接下来继续上上帝的话，伫传道书后2节吼，头一节伫传道书8章10节到14节。第2节伫7章15节到18节。传道书8章10节
我看到歹人受到隆重的埋葬，送葬的人对墓地转来，已经袂记得迄个人伫城内所做的歹代，这嘛是功夫。罪定了无随时执行，世界人才会大胆做歹。罪人做歹，100遍，以后久是食长会收。毋过我确实知，敬畏上帝的人，因为心存敬畏，最后会得到福气。总是歹人未得到福气，亲像影真紧就无去，因为伊无敬畏上帝。伫世间，阁有一项康复的代志，就是义人拄着歹人该受的报应，歹人得到义人应得的报赏。我讲，这嘛是功夫。第二段，传道书第7章15节，伫空虚的人人生，我有看到有义人做好，颠倒灭亡；有歹人做歹，颠倒食长岁寿。毋通过头做好，毋通过头聪明，那着毁灭家己。毋通过头做歹，嘛毋通做戆人，那着时未到就死。你掠人一头，迄头嘛毋通放杀。敬畏上帝的人会晓双头兼顾。先经读到这，即时请献歌队来学乐。因要所要吟的诗歌是我的牧者是听的王。
这是请本会王牧师来正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善恶因果的困惑。今仔日咱有10位特别的人客，对无共款的国家来到这个所在，因是参加迄个亚洲教会妇女的会议来到这个所在，所以因来安排所有参加的人去到其他的教会。今仔日咱有10位来到这个所在，伫主的内面非常欢迎伊。Today we have 10 special guests of Asia Church Women's Conference candidate from 8 countries to join us in Sunday service to worship God together. We welcome all of you in God's love, and we should have a successful and blessed conference and precious time during your stay at Taiwan, beautiful islands Formosa. 那今日呢，咱继续来讲起传道书这个主题。今日咱特别来讲起受到因果的一个困扰。第一些人因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这也是咱每一个人所相信。圣经内面讲，上帝创造万事物，然后用伊的大权能来互这个宇宙运作，有次序来运作。伫咱人类中间，这个次序嘛包含咱所知影一种的道德、伦理的体系，咱的价值观念，咱设立真侪制度来互这个整个人类的体系会当来运作。所以咱也相信，伫咱来行达咱的生活中间，人甲人中间必须要存在互相信任、利益别人、公平正义、正直、诚实、自爱。安尼，咱才会当来运作一个真美好的一个世界。然后，咱相信上帝既然创造这个次序伫宇宙中间，嘛伫人的中间来创一种的次序，用伊的公义甲自爱来成做一种运作的一个根本。所以，咱相信一项，上帝既然有次序，也赏罚、赏善惩恶。意思就是讲，照做刑罚最歹的人，然后祝福赏赐义人。我相信这也是咱每一个人伫传统信仰中间所定着、所认定的一种的情形。所以，咱有听上帝，咱有信心，咱有遵守律法，咱有听人，行伫正义中间，咱一定能得到真大的福气。那这是传统的信仰。伫古约中间，一些人所信仰的，这个福气通常是包含伊会得到真大的财富，包含会当享受真长的岁数，会当得到真侪儿女，安尼哇，这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证明啊。所以一般人咱嘛相信一项因果，善恶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好，咱当然是得到真好的这个结果。歹人受审判甲刑罚，义人有报赏甲祝福。这是古约传统的信仰，这是嘛是咱一般所认定的一种的原则。所以伫箴言第10章这个所在，常常教咱这种的传统的信仰。伊讲歹人所惊的会临到伊，义人所意爱会得到。狂风若吹过的时阵，歹人就消失。义人会永远安稳徛在。继续讲，敬畏耶和华的人会当得到长岁数，歹人伊的年岁会减少。歹人会因为伊所行的歹，灭无；义人到死拢有瓦靠。所以咱就读这圣经的时阵，讲到这上帝这应允好甲歹，最恶。最歹甲行好中间，敢若拢会当得到伊真伊所行的一种的效果。所以行歹得到上帝的刑罚，行好得到上帝的一个祝福。所以咱问一个问题：你讲有相信这个善恶、报赏、刑罚、因果的次序甲原则？你有相信无？要阁问一项，伫你人生的经验中间，
伫你生活的世界内面，敢是照这种的处事原则在运作？所以，若是照这个处事运作的时阵，上界好嘅人拢是基督徒，上界当悔受的拢是基督徒，咱拢得到真大的福气，因为咱拢是真好的人，而且是上帝相信上帝的义人，所以一切好拢发生伫教会中间。实际上的世界敢是安尼？所以，咱相信一种传统的信仰。但是，咱有一种的困扰，这个困扰就是所看到世界发生的代志，敢若毋是照安尼。我做好、行好，敬畏上帝，保持我良心的一个纯洁、清气。但是我敢若所得到的，并无亲像外口无信主的人，甚至真侪最歹的人，伊所得到的遐尔多。伫咱传统的信仰伫理想中间，甲咱实际所经验的，敢有真大一个差别。传道书作者这个传统的信仰嘛是安尼，所以咱常常讲一项传道书伊内面所写的，常常互咱产生一种困扰，甲一种矛盾，甲一种困扰，敢若是安尼，肯定一项但是佫随时晓得迄项。所以通常咧，传道书的作者咧，伊将一项的事件、一项的事项有两方面的讲法。所以咱无得去分清楚明白，到底传道书的作者，伊是肯定还是否认？伊是接受这，还是否认这？无接受这？伊到底是有接受善恶因果的一个结果处事，还是伊无接受？所以两方面拢摆咧伫个传道书的内容内面。这个所在嘛是讲到，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个有智慧人，但伊咧追求人生这智慧的时候，伊嘛常常产生一种困扰，应该是安尼，但是看佫无是安尼。我认定应该是安尼，但是事实敢若毋是安尼。所以到底是对一边较对？到尾啊，伊讲有智慧的人无法度去分辨，所以智慧嘛是一种的空气，人的智慧有限，无法去做明真清楚明白。所以伊安尼讲。传道书第8章讲，歹人未得到福气，亲像影真紧就无去，因为因无敬畏上帝，安尼对无？敢若对。但是后来当伊观察人生的实际状况的时阵，伊佫产生一种矛盾困扰，现实敢若无亲像伊所想的认定安尼来发生，所以同款的所在伊安写。日光下面的世界，善恶因果，这是空虚的。空虚的意思就是，你无法度亲自去抓会调，无法度去有了，无法度照这种的原则去做一个判断。这个原则在现实的世界中间是无效果的，这是伊的困扰。所以继续安尼讲。伫日光的日子的中间，我看过真侪代志。义人行义的时阵，袂无；歹人颠倒伫伊最歹的时阵，享受当会受。我来记有一本真好黑学，我真少年时就捌看过。这本好黑学一定毋是教你讲你着爱怎样做好啦，做良善的人啦，利益别人，那是讲到你着爱。做安尼违背你的良心吼，互你心较乌的，安尼你能得到真大的利益。而且这本册咧伫华人世界中，敢若一直咧普遍存在，是真无普遍，安尼真公开，但是暗中中间有人咧读。你得安尼较无良心的，你才有得到真大的利益，对不对？好戏说，为什么安尼？因为当义人无行好，做歹。违背伊的良心的时阵，互心较恶的时阵，会当伫这中间得到真大的利益，得到当会受。这也是传道书作者伫第7章内面所讲。我看真侪代志，义人最好，行真好，行正直，但是因为安尼受苦；歹人最歹，享受当会受。这是伊所看到空虚的事。伫世间，阁有一项空虚的代志。
义人拄着歹人应该受的报应。歹人应该有无好的报应啊，但是是义人受到无好的报应。歹人得到义人应该得到报赏，歹人应该受责罚啦，但是义人受到报赏，但是歹人得到义人的报赏，啊，这嘛是真空虚。意思就是讲，我若照我传统的信仰内面所认定、所知影这种善恶因果的关键来判断这件代志，可你要到现实的社会内面，这种关键无效果，空虚。然后伫第三章迄个说来讲啊，其实上帝做万物，逐项事拢伫上帝的料理的中间，袂加添。嘛袂减少，那安尼时阵，伊所看到这个代志，好甲歹的一个乌白的颠倒情形，这嘛是伫上帝料理的内面啊，伫上帝安排内面，而且佫看做是好哦，所以真侪信仰若是照安尼所看，去了解时呢，会互咱真产生真矛盾啊，真困扰。然后伊继续讲，其实义人袂当因为伊做好得到报赏，歹人也袂因为做歹来得到报应。顺境的时就欢喜，患难的时就伤，因为这两项拢是上帝作为，会发生伫义人的身上，也会发生伫歹人的身上。无论什么人，活伫这个日光的下面，伊拢有顺利的时阵，也拢有患难的时阵。而且佫较大的事实，歹人因为常常因为伊的奸诈、伊的邪恶，得到比义人佫较大的顺利甲丰盛，这是空虚。所以，伫日光的下面，如果咱若真诚实来面对咱所看的世界，真诚实去观察这个事，咱要发现一项。咱所想的传统信仰内面所认定的财业福分，敢若毋是根据咱最好最歹来决定。上帝毋是照牌理出牌人，他不是按照牌理出牌的人。当然也毋是按照咱每一个人所认定的这种二元化、善甲恶这种二元论来决定伊的报赏甲赏赐。所以，安尼咱就有真大的困扰。这种上界典型的，就是发生伫约伯的身上。约伯完全打破咱传统的信仰的观念。那约伯甲三个朋友中间真大这对话。三个朋友甲约伯其实拢照传统的信仰的认定，认为义人得到报赏，歹人受到真大的刑罚。这是传统所认定无改变的理啊！吼，所以在这个讨论的中间，这三个朋友拢是根据这个传统的这个信仰的原则来批判约伯。所以，既然上帝赏赐是财富、长岁寿、健康以及儿女，但是约伯上介大的苦难是失去伊所有的财富。失去伊的健康，像就来气死安尼。伫迄个恋爱中间，失去伊所有的儿女，遮尔大的财业，若是照三个朋友因所判断的这种方式，一定是约伯犯非常非常大的错误，而且遭受遮尔大一个苦难，所以一定来到约伯，你得要认错，你得发现你家己唔对，你得要认罪，你得要悔改，因为你做有这个代志，一定是上帝予你真大的刑罚。这个刑罚就是你错，安尼吼，安尼所以对头到尾拢是根据这种的原则对约伯这个判断。然后约伯嘛同款啊，约伯嘛讲我做真非常正义的人，我是真敬畏上帝的人。我感觉所做的代志，我拢足惊做唔对去。所以呢，我儿女中间嘛，就常常替因献祭吼，来洁净因所做的代志，恐惊因得罪耶和华。我已经做到安尼啊，我已经伫我心上，我已经找无到有啥物错误的代志。但是我拄着这个代志，上帝啊，我一定要辨别我家己的清白，我无做唔对，
但是我为什么会受到这样大的刑罚？所以一个是一直要来指控，一个是一直咧证明伊的清白，拢伫即个善甲恶的报赏甲刑罚中，即个原则内面做一种的讨论。我家己读约伯记的时阵吼，较早少年的时阵读，对头画到尾。哇！即句真好，即句真好，即句安尼对，安尼对。哦，上帝祝福这好人，赏赐这刑罚这歹人。所以三个朋友所讲的，我嘛逐句啦。安尼画好，对头拢对到尾啦，拢对，安尼画了。读到尾的时阵，上帝讲吼，恁三个人所讲的我足无满意。我上帝无满意，我跟伊在那画吼。我都去辨别，我去了解，因为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啊。为什么讲的上帝无满意呢？而且上帝讲，恁三个人所讲的拢是真牛讲若照这种善恶因果的代志来做一个判断，好甲歹人的时阵，这是一个牛讲的话，到底咱要安怎样来重新的调整咱的信用？然后，当约伯为了家己证明伊的清白，无应该遭受这种的苦难、上帝刑罚的时阵，上帝讲：约伯，你是啥物人？敢用你这种无知的话，互我的旨意无用用这种原则来为家己的辩明，竟是无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互咱真大一个困扰。一直到后来，约伯也承认讲，我确实有讲家己无了解的话。伊感觉伊家己了解，但是伊确实无了解。有即个代志奇妙，无法度明白。前我捌听过你，但是我今仔日亲目看到你。姊妹，到底伊看到上帝什么？到底伊过去所听的是什么？可能咱现在一个生活中间，咱的信仰内面，那嘛是照咱所了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你所听的。上帝是刑罚这歹人，上帝是报赏这行好的人，这是咱所听到、咱所认定的、咱所知影的一个原则。但是今仔日约伯讲，今仔日我亲自看到你，真正代志无法度明白，伊看到什么？伊无法度对伊苦难中间得到答案。伊所看到，乃是家己的有限、智慧缺陷。伊所看到，乃是一个无限的上帝。虽然伊无法度明白，但是接受一项，伊接受伊家己的有限，接受上帝的无限，接受家己的无知，接受上帝是真正代志不可知的。这是信仰。所以，上帝无予约伯伊苦难的答案，但是伫苦难这个范围中间，上帝的作为甲旨意是咱所袂当了解。传道书第4章嘛讲到一项，善甲恶中间，毋是发生伫咱家己信仰、咱个人这代志，嘛发生伫社会，嘛发生伫世界这中间。所以伊讲，我看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压迫的代志，受压迫的人流目屎，无人甲伊安慰，因为压迫因会有势力，受压迫的无人甲因安慰。意思是讲，整个世界中间无真正的正义、公义这个事。所以咱来看电影的时阵，看电视，看到尾人非常欢喜，因为歹人受到报应，对不对？所以社会正义伸张，但是现在在咱所看的社会，并无安尼来发生。所以谈到内面所讲的，受做歹的人，因无得到应该有的刑罚，所以歹人继续做歹，做甲真欢喜，因为得到真大利益。伫咱中间，嘛有看到真侪只无辜人受害。伫咱中间，国家中间嘛有极权压制百姓因的生活，互因受到真大一个苦难。这是咱今日所看
而且对世界过去到现在一直咧发生，而且伫咱周围中间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犹太人受杀真侪人，所以对这样代志，就亲像真侪无正义的代志发生的时阵，有人怀疑上帝到底伫倒位？敢有上帝？若无这个代志，哪会发生？犹太人因可能回答讲：我是上帝，但是上帝即摆咧休假，所以无咧管世间的代志，所以歹人安尼凶恶，所以阮受真大的苦难。上帝休假，无用插阮的代志，所以阮伫苦难中间。因为姊妹，这是咧正人所拄着一种的信用的一个条件甲考验。今日咱嘛是共款，乌克兰甲苏联战争，哈马斯杀真侪以色列人，这个老人，这个囡仔，因不过去参加一个音乐会，但是几啊百个人、几千人，伊就其实就受伤害，而且受伤害了，有真侪世界各地评论。阮会去攻击这以色列人，就是攻击以色列人嘅做歹。以色列人因受到这苦难，就是因过去可能做错什么代志，所以现在受到报应。哇！你无得分别到底善甲恶到底是啥物？甚至伫这个整个社会中间，有人咧讲，咱希望世界是一个公平、正义、公义的社会，但是伊讲真可惜，人袂因为真正公义来团结奋斗，对抗这邪恶。人拢会为着家己的利益，忽略到底正义是啥物。人拢为着家己的野心来牺牲别人性命。人拢以为伊会当得到所谓的财富、利益，然后可能会牺牲别人，然后暗藏伊家己的良心。所以，咱看见现在世界有关是失去这个处事。所以，咱来问一个问题：有一天，这个代志如果发生伫我的身上的时阵，我的信仰要按怎样来解答这个问题？善恶因果的问题，你要按怎用你的信仰来回答？诗篇73篇的作者，嘛就拄到这种的困扰，而且这种信仰的考验。伊安尼写歹人，因的生活，对照咱现在的生活内面，可能你感觉讲真正是安尼呢吼。伊讲歹人有平安，歹人因的身躯有气力，歹人因有能力气势。歹人因无受到遭遇苦难，因非常骄傲猖狂，因非常残忍欺压别人，亵渎天，亵渎上帝，詆谀地人。因心中无上帝，但是因一生享受安乐，因的财富非常的增加，而且生活品质真好，佮寿终正寝。这是歹人。然后伊佮讲，我家己呢，我家己安尼非常适宜，我家己的所做，清起我所做的代志，安尼是真清白。我的良心嘛真清气，真纯洁，但是我规工遭受灾难，我每早起床的时阵，我就受真大谴责、刑罚。这是我想做好的人所拄到的事。当我看到这个时阵，我的心跋倒，我无得接受。到底为什么有这种善恶因果、这种的反面的对照？为什么无照着我信仰传统信仰的明白？歹人对伊所行的歹，无受到真大的报应，反倒等我是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人，我遭受这样大一个代志，我良心无法度我信仰无法度接受，因为看到这真信仰的矛盾的时，互我跋倒，甚至怀疑我敢得继续保持我内心、良心、信仰的纯洁吗？
为拄着真大信仰的一种的考验。然后，伊信仰一个真大的转变，伊讲：当我进入到上帝的圣所，伫遐，当我对永远来思考因的结局，当我跳出日光的下面，这种的视野的时阵，我才会当明白，上帝其实有审判，只不过宪法还未到。只有进入到永远内面，宪法存在。然后伫永远内面，其实我会当接受进入到上帝的荣耀内面。但是现在，伫日光的下面，当全世界伫这个乌白无解分明、善恶真混乱的世界中间，我希望要保持我家己纯洁的良心。上帝啊，我要甲你三角同在。求你用你的话引带我，互我伫这个世界内面尊叹你来行。互我伫这个所在，我追求的毋是歹人所得到这真大财富、这真大祝福、这真大人所讲的真大这成就。我所恋慕的，独独是上帝。我要继续跟对你，我要独独听上帝，尊叹你的话。这是伊面对这种乌白无分明、善恶混乱的时阵，伊对上帝所保持的这良心。伊险险跋倒，但是伊受到这信仰的考验了后，佮坚定伊的信心。这是咱每一个人应该会拄着信仰的一种的情形。在咱教会内面，有几年前，上界敬虔的人，上界忠心服侍的人离开咱，因无真长的会寿。在咱教会内面，我知影有一个长老真心服侍，差不多将伊所有的完全奉献。我看到奉献加一条，哇！你奉献这钱。伊无为着家己保留什么，但是伊无在乎，伊永远忠心服侍。因的信仰拄着真大的考验，因失去因的亲人，可能失去因的所有，但是伊永远非常真心、忠心，跟对上帝，听上帝。伫日光的下面，咱的智慧无法度完全明白世界发生的事。因为上帝敢若互咱知，伊爱咱知的，但是不可知的，上帝无爱互咱知的，还有真大部分，这是奥妙，咱无法度明白。如果咱嘛伫日光的下面，要用咱有限的智慧，甚至用咱真简单的善恶、好歹的原则，放伫现实的社会中间来判断一切这代志，这是空虚。所以咱每一个人也同款。要亲像传道书的作者，也是同款诗篇73篇的作者所经历的。当咱拄着真大困扰的时阵，咱永远坚定；当咱信仰拄着真大这考验的时阵，咱永远坚定过，我永远愿意来跟对上帝。这就是信仰的成长。真正信仰成长，毋是我会当得到我所意爱的物件、所期待的物件。信仰并不是因为我会当亲像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伊讲到，如果你若是信上帝，你奉献的时阵，你当得到财富，你当得到真大报酬、健康。所以，伊甚至讲，人若丧香，人若无健康，这是上帝的咒诅，甚至安尼讲。成功的神学，伊甚至鼓励，有一本册叫做《财富大转移》，你们捌听过无？伊讲伫全世界中间呢。伫末后世界中间呢，上帝会将所有世界钱拢转互基督徒。然后所以你若奉献愈济，你所得到财富的转移到你身上会愈济。哇！真正安尼教，结果其实真正奉献人无一定有得到财富，不过鼓励这种教导的人，因得到真大财富，你别做拢足多啊，财产拢几亿的，然后伊个私人的婚姻记录安尼。姊妹，你发现这种原则并无发生在咱的身上，但是咱是不是继续服侍？咱是不是继续奉献？在真大苦难中间，受到真大困扰，然后无明白为什么做有这代志时，咱永远坚持咱的信仰。
上帝不可低，这是咱上界大的考验。就亲像约伯同款，我是非常的愚妄，我其实我已经了解，但是我现在看到上帝，我无明白我的苦难，但是我现在了解，上帝是全然有智慧。有人因为这种的考验离开上帝，也有人因为这种的考验更加认捌上帝。我相信咱现在在座伫这所在，你可能不是非常健康的人，非常有财富的人，但是我相信咱会当亲像囡仔同款，倒来到非常纯洁的情形，独独倚靠上帝。当咱看到这个世界，甲咱信仰认定的信仰完全有一种的落差的时阵，差别的时阵，伫困扰的时阵，咱犹原倚靠上帝，伊的主权。伫世界，伫咱身上来掌管，这是咱的信仰成长的路。所以有这个问题，咱搁来问问：为什么乌克兰、苏联战争？为什么两岸的问题？为什么中东的问题？为什么 COVID-19 数百人丧失性命，还阁唔知影真实的情形到底是啥物？敢亲像弯曲的代志，无法度安尼掠得，无公义的事，敢若无法度改变。但是，咱基督教信仰特色，上帝接受咱的无完全，忍受咱有限的智慧无知。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嘛愿意接受。上帝是无限、不可知的上帝，所以到伫落尾，因为上帝是无限，有真侪咱无得明白，所以咱敬畏伊。潘霍华牧师，伊写一首的诗，所有美善的力量。有人可能因为讲伊是真勇敢，会当对抗希特勒，伊会当对抗这暴力，非常勇敢的人，所以伊感觉对伊有真大的敬奉。但我感觉，当我读这首的诗的时阵，我发觉这首诗互我真大的感动，毋是伊对抗无公义、对抗暴力、对抗集权。这种勇气，那是伊面对所遭受的患难，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互极权、暴力残害的时阵，伊的态度。这就是伊安尼写，伫真大苦难的中间，所有水的力量，拢伫我身边。安慰每一天，互我会当行过这个日子。过去的日子虽然是折磨我的心，艰难的时间重担压迫我。上帝互我的杯是沉重的苦杯，满满忧愁痛苦的苦杯。但是我犹原看见你良善慈爱圣手，存心感谢来领受，而且。将我的性命交托伫你，互这个智慧、佮温暖点倒，带互黑暗中的我，也明白你的光伫黑暗这个世代犹原咧照。我有听到这个丰盛的声，对无形的世界向外扩散。你的儿女伫黑暗中，会当欢喜唱歌。所有美善的力量，拢掠砍我。无论拄着什么代志，我犹原仰望上帝安慰。伫暗时、早时，每一天新的一天，无论伊是好甲歹，上帝拢甲我三合同在。这是咱面对不可知的遭遇。
来有关维持对上帝纯洁的信心，有关伫这个世代中间来交付上帝，互咱的一个使命。咱有关军队伊听伊，互上帝所有美善的开力，经历伊伫咱身边。咱三甲来祈祷。主，愿你的光照阮，愿你的开力保守阮。阮伫这黑暗的世代中间，邪恶不分的世代内面，甚至阮伫这世代，因为无知、有限的智慧，产生困扰的时阵，互你美善的开力围绕阮、扶持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吟回应诗，圣诗第505首。我要重拾圣诗第505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游玩起来，用阮的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灵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年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做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记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上土，
罪赦免，欲过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妹，请坐。接下来做要胜利点三个来吟诗，一个吟就好。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唱2摆，唱2摆。林刷再请牧师来主持胜利点。欢迎今仔受伫伊个教会的陪参者来守主圣餐。我就是活命的饼，就群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群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你。请你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自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面有提饼作写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盘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面有提饼作谢，所以咱照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所以，阮伫这所在设立八角饼，透过这八角饼，关求你的圣神启示，互阮明白伊所代表的意义。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你保血为着阮流出，主你为着阮享受阮救恩，透过这八角饼，互阮知阮已经有份伫这个救赎恩典，免别上帝的疼。恳求透过八角饼，互阮加添开力，互阮明白上帝的疼。你的十字架亲像一百度。显明伫阮的眼前，互你的疼感动阮的心，
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ll communicant members of His church are welcomed to this holy supper. And the living bread, those who come to me will not hunger. Those who believe in me will never thirsty. Those who come to me, I will never forsake. The Lord Jesus said, "This is my body, broken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领受来纪念伊。这身躯也表明，咱拢是肉体中间的肢体。领受这个饼，表明咱伫身躯内面合一，同心三听。耶稣身躯为着咱拍破，表明伊的疼。也鼓励咱伫伊的身躯内面彼此相听。彼此成做肢体合一的关系。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来三甲来领受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你要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The Lord Jesus said, "This cup is the covenant established in my blood.
As often as you drink it, you do so in remembrance of me. 这个杯是新约，伫咱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借着伊的宝血，咱所有罪受遮扛，无搁受纪念。靠着伊的宝血，咱就纯洁的良心，变得信。坦然来到伊的至圣所。就近伊，透过十字架所留的宝血，为咱开一条各深各歪的路，互咱进入到至圣所，就近咱的上帝。借着咱所啉的杯，主耶稣基督宝血，除去咱良心的亏欠，勇敢就近咱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杯是新约，伫咱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啉这个饼，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建立三甲之地。搁一遍。来祈祷，主愿已经领受这个杯甲饼，也表明愿已经领受你的救恩。感谢你透过这个杯甲饼，互阮明白上帝听。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表明的，互阮搁伫最罪人的时阵，得到你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为着阮死，来表明上帝你的听。主愿这个听伫阮的内面，加入阮的快乐。激励阮将家己献上，真做活祭。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的奉献，回应上帝的听甲恩典，请出现的同工。
请大家起立，来吟圣诗第382首第4赞。金线请同工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你陪伴我们；在我们欢乐的时候，你也与我们同在。不管世界如何的变化，我们都相信你依然存在。我们也愿意奉献金钱来回应你的爱，求你悦纳。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姐，这是来报告。本主日，咱有人客伫咱中间吼，斗阵来享受主的听。我把时间交予施姐妹、施雅芳姐妹，由伊来介绍。牧师。施雅芳呢是即道来参加咱ACWC 吼一个代表之一啦吼，伊是高雄高山教会牧师嘛吼，非常欢迎所以代表吼来甲咱介绍咱的人客安尼然后小可介绍咱的 ACWC 安尼吼咱公园教会正遐伫牧师林长了，以及正中职同工感谢恁接纳阮来到咱公园教会来遮礼拜来请安首先我先简单介绍，对遮黄牧师嘛讲我是咱高雄中会鼓山教会的牧师。我的先生嘛姓黄所以对这个黄很有好感呐所以我的先生嘛是牧师阮夫妇两人伫鼓山教会咧牧会。那这帮是因为我也是 ACWC 咱台湾的代表所以真欢喜伫即届有伫咱新竹圣经学院有开即个委员会。有即个执委即项委员会，然后有即个总委总委会以及过来对明仔载开始有3日的会员大会所以真欢喜阮即摆先来的总委大概有20外位阮有分散到3间教会来做礼拜。咱公园教会是一间，然后去到新竹教会以及中正教会。我即马来介绍阮的成员首先来介绍咱 ACWC 的主席啦Super Pang，would you please stand up？伊是咱 ACWC 的主席，是Thank you，please be seated。伊真辛苦啦规个即个活动即个会议真侪个策划拢是由即个主席来带领然后我要介绍是对咱美国来的即个亚米娜 ，Miss 亚米娜 ，would you please stand up？伊是咱小前 ICFLC 的主席啦所以今仔日也真，伊拄对美国坐回年纪拄到咱台湾，就紧足欢喜毋茫会通做伙来参加礼拜敬拜上帝。然后我要介绍的是John A，would you please stand up？ John A 是咱日本人对日本来，那伊是咱 ACWC 的会计。另外我要佮介绍的一位是 Seki，Seki，would you please stand up？ Seki 是对 Mongolia，伊是对
蒙古来的是咱东亚真要紧的东工，嘛是 ACWC 真要紧的东工做足侪要紧的事工。另外要介绍的是咱对缅甸Miss U Mi Shi 咱缅甸来的这女的青年，再来是咱2位菲律宾Ofa and Delia. Would you please stand up? Ofa and Delia. Another. OK. 伊拄仔落去下骹的所在袂要紧，等下咱还阁有机会通熟悉因阮原本阁有一位美国来的姊妹因为伊拄仔来到台湾这个坐足久的时间所以可能伫咱的顶面有看到伊的名总是着先带咱圣洁学院来歇困伫咱等下有咱的日本的姊妹做简单的请安。进前节目师，我望讲会通用短短时间来，带咱淡薄了解咱 ACWC 亚洲教会妇女协会那咱即个协会是伫1956年伫拄仔一届美国长老教会伫个因有一个会议的当中，那即个美国长老教会妇女因邀请有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妇女。参加长老教会妇女大会，伫迄届的会议当中，参与的人拢感觉讲妇女的结连非常要紧，嘛会通对妇女的结连有一寡快乐产生。伫迄帮的当中有一位真杰出，阁有真稳健的印度的代表即个 Felicia Sandra 即位印度来的姊妹。伊感觉讲，咱亚洲其实咱亚洲会通家己来组一个妇女的团体所以伊就迄届参与的妇女当中对亚洲各个代表提出挑战，问因讲，敢讲只有美国的妇女较会当有安尼的能力甲快乐来服侍正妇女嘛特别是伫亚洲的当中有真侪个国家的妇女真需要。对迄届开始，大家斗来形成共识，嘛因为安尼终于伫第一次亚洲妇女会议伫香港来正式来诞生。那 ACWC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5年的时间，65年的时间，通讲是真有一寡一段时间的历史。拄则咱有讲到讲，咱阁有一个叫 ICFLC， 那 ICFLC 这是一个小钱运动，因原本是挂伫个 ACWC 的下面，好亲像 ACWC 是老母，那 ICFLC 是囡仔总是今日的小钱运动，煞比老母搁较臃肿啦因为比较讲是世界的即个团体好，咱另外一位菲律宾the sister from Philippines 就是即位啦咱有拍拍我欢迎伊。对 ，Sorry from Canada, I'm so sorry。Katie， 对咱敢若带来的妇女啦，伊嘛是 ICFLC 的呢。Thank you。对，所以因为安尼，咱伫亚洲 ACWC 的意向这真要紧到目前为止嘛是驱使咱 ACWC 必须要向前行的一个动力甲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公义、仁爱的亚洲通过妇女的快乐，互咱的妇女会通献身，若是伫协会当中，望会通过协会来鼓励咱亚洲遮的真要紧的谈判，望互咱的亚洲妇女因为合一，会通自我发现认清认知家己的温素甲能力。更较要紧的是要定根伫咱的信仰的内面，通过祈祷求圣神来扶持来帮助啦
那目前咱 ACWC 的组织咱有总共有来自19个国家，不过伫这帮当中只有13个国家吼。因为疫情了后，咱知影讲这个疫情影响真大。原本阮是爱5年前就爱开大会ACWC 的大会是4年开一摆因为过去的5档是因为疫情，所以无法度开，所以阮延到今年今年是第5档吼，已经超过1年吼。真欢喜伫今年当中，咱会通过来召开由台湾来做招待的国家。所以伫 ACWC 当中，咱有7位，就是有1位主席，然后咱有4位副主席有东亚、南亚、东南亚、大洋洲以及东南亚几个国家安尼啦，总共有4个区域。过来就是有7位7位大概有20几位这些总委这个总委总委，那总委过来点名就是大会所以对明仔开始这个大概有70几位的会员陆陆续续对亚洲各个世界些亚洲各个国家来到台湾的咱的新竹才来开会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讲ACWC 的事工就是第一，协助会员国伫当地因家己的国家发展灵性的教育第二就是推动祈祷的运动，发展祈祷的谈判所以伫阮的当中，阮有家己的伙伴带导国家前是台湾是甲韩国，那过来的未来的4档是台湾甲纽西兰，诚做带导伙伴的国家2个国家才做谈判。第三所做的事工就是赞助亚洲宋乡地区妇女，互因有奖学金。那每年接受4位青年的申请，帮助因完成大学的教育。这是 ACWC 一直拢有真要紧伫咧做的事工。过来第4项就是协助会员国伫当地发展妇女的经济，尤其是鼓励因，互因有一寡的经费，互因去创业，互因有自身能力即有即经济的能力，帮助因有生活的独立的即个技能的训练，一寡的技术的训练。过来第5就是推广小钱全球祈祷运动，为着公义、和平、甲和解来做祈祷。那最后一项就是签名运动，就是咱会通用着这个钱，你签名你愿意为着 ACWC 来奉献细细的金钱，其实若是安尼积少成多，就会通加做一个真大的气力，甲真大的力量，来帮助这有需要的国家以及姊妹那我用短短时间来咱介绍 ACWC， 也毋望咱会通个为着这个协会来祈祷若是有机会，会通鼓励咱来用咱实际行动来来答阮来奉献帮助。Jong would you please come here to say something？ 这是我邀请咱日本的姊妹来，带咱做几句来，无需要起来嘛？Would you come here please？ 伊真谦卑是讲有麦克风，互阮来当伫下骹。Yeah, it's work. 喂。你好。哎呀，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is time. My name is
Songe Aoto. I came from Japan. Today, 10 people participated in Park Church. We would like to thank God for the blessing of allowing 60 sisters from 19 countries to gather in Hsinchu for this assembly. 我是日本人，我叫郑爱我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来到咱光远教会，嘛感谢恁的接纳。即摆有即个有19个亚洲的国家，有60位的姊妹来新伫遮来开大会。Thanks for your warm invitation to church service at the Park Church. We are glad to be one in the Lord. 真感谢恁对阮的接纳阮真感谢恁，互阮真侪的温暖感觉真亲切。A few years ago, I came to Taiwan with my husband. At that time, we worshipped together at the Chenglo Church in Tainan, pastored by Pastor Ya Huang. I'm truly grateful for heartfelt hospitality of her and her family and the church members. 几若当前大概是6、7当前，伊甲伊的先生来咱台湾旅行，拄迄个机会有机会到我前牧会教会，也是伫高雄中会中路教会，所以伫迄个机会当中，阮有机会接待因。Althoug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aiwan continues to be difficult, we will continue to pray for peace in Taiwan. Yes. Thank you so very much. 虽然咱知影讲伫台湾伫明年咱有要选举啦所以虽然即个政治的情形伫台湾犹原真艰难总是因日本因犹原毋茫会通用更较侪祈祷，为着咱台湾来祈祷，愿上帝帮咱，互咱拢会通有平安真感谢大家接待阮今仔日来到咱的教会，多谢。谢谢。接续即是我来简单报告。主要是11月初8要做暑工研讨会伫7楼请新任旧任的在任的技术长老一定要出席公园学院真久无看即摆要恢复集训11月26。礼拜了，第一个礼拜了，中昼的时阵，请配景科技总经理宋志达弟兄，咱遮应该有人捌伊啦。我歹势，我阁有任务，一个要紧的任务还未完成，就是代表咱总会来敬赏咱教会谢谢礼物，感谢恁的接待，感谢恁。咱教会有准备每一个礼物互因伫较顶楼骹的时阵，迄是迄个竹签饼互伊当食咱亲戚遮的特产。他都讲到宋志达弟兄，咱遮可能有人捌伊啦敢若幸福小组已经进入第3摆昨昏共有2个小组举行下晡佫有
请大家来祈祷，来代祷啦，这刷咱的手，祝福崔肯的诗，圣诗第519首，为这块土地，咱阮诚心祈祷，第519首啦。请起立，那因刷神，请牧师来祈祷。我哋平安甲喜乐，享受伫全地，享受伫所有你听的囝儿百姓。阿妹。阿门，阿门，请坐，别倒。